地世紀城坦洲品質樓盤專做港澳業主，首期10萬蚊就可以上車買到精裝現房2房至到3房單位啦。但係有3個硬傷，買之前咧一定要睇。6萬平方法式大園林，100米超寬樓間距，為合適嘅流動佈局做到咗戶戶朝南。佢呢個通風採光遠超於周邊嘅小區，35%嘅綠化率啦。翻嚟呢度居住感覺咧就好似度假酒店嘅，選擇翻嚟呢度自住度假或者退休翻嚟養老都 OK 噶。嗱，選擇翻嚟自住養老度假嘅咧，周邊嘅配套一定唔可以少嘅。嗱，佢單屋苑出發周邊咧就有4大商場啦，好似潤泰1+1合盛啦，仲有我哋嘅優越城咧，都喺屋苑嘅1-2公里嘅範圍之內噶。衣食住咧都已經解決晒啦，咁到我哋行咧就係交通啦。我哋樓下咧就有1日4班次來回巴士係翻到香港荃灣尖沙咀嘅，自己揸車大約咧係4個字行坦洲大道咧就可以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啦。對於澳門嘅街坊咧，門前咧亦有我哋嘅快巴士分 A、B 線，大約係15分鐘一班次翻到拱北關口。咁你而家買緊有咩戶型啊？80平方嘅2房至到141平方嘅4+1兩廳3衛啦。咁你嘅地段咧係喺坦洲嘅北面嘅，對比坦洲南嘅其他熱盤嚟講咧，距離珠海係有少少路程㗎。高峰期坦洲主幹道容易塞車啦，早晚往返珠海過關後時咧會變長，到時候咧就選擇行我哋嘅坦洲大道啦，時間會縮短少少。小區外圍多自建房加公房。外立面使用一般啦，近我哋嘅馬路邊嘅樓層咧就會有些少嘅車流量噪音啦。外觀咧就不如貼緊珠海嘅樓盤啦，就係我哋嘅坦南路啦。咁8樓以下開車咧可以直接睇到廠房啊、視野雜亂啦。雖然講話冇工業嘅污染啦，整體嚟講咧係比唔上我哋坦南林村嘅樓盤嘅。咁買樓避免得到一啲嘅硬傷咧，就係我哋嘅88平方細嘅戶型啦。佢整個嚟講咧，佢係有暗圍嘅，冇採光噶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嚟預算一下佢細嘅戶型同埋我大嘅戶型，佢嘅總價同埋預算啦。佢嘅單價咧喺12900至到15000噶。好似我哋細積單位80平方，總價103萬，首期10萬蚊，月供3900啦。視頻入邊嘅141平方，總價咧就去到210萬，首期10萬蚊，月供就去到8400噶啦。如果你話追求居住嘅舒適感啦，以及於精裝交付現樓，唔想買珠海高價房，亦係話翻嚟自己剛需自住嘅金地咧，你就可以值得考慮一下啦。而家佢活動期間咧，有我哋嘅兩地牌產權車位加我哋嘅家電6件套噶。如果你係話介意佢細則嘅單位咧，有暗圍，以及於佢上落班高峰期塞車，仲有咧你追求住話臨珠海嘅樓盤嘅咧，咁我哋金地咧你就要慎重考慮一下啦。視頻樂於真實於放遠，全面攤開所有嘅優缺點，唔吹唔黑啦。想了解金地更多嘅戶型以及於預算同埋我哋嘅購房計劃書，可以喺評論區打我上頁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